这栋位于安南区新的服务据点，就是随服异地中心，日后要提供地青作为日间小型作业的空间，以及软化心脏青年的体验营。29号伫随服青年的歌队表演，甲天主教祈福典礼的祝福声中正式入厝。会中嘛，伫社会局长、观众者、受助青年以及家长等贵宾的见证，将捐款的善心人士拢呈现伫这座感谢唱。我们是希望推广安心服务啦，好，那现在是在计划当中，可是这一个我们就会做先前的准备，像说小作所的开始有几个我们的年轻朋友，我们的身障者来这里做工作，然后呢上面呢我们会有做那个住宿体验，就是让他们体验说离开爸爸妈妈自己跟朋友一起居住的这样子的经验，让未来的时候如果没有爸爸妈妈在旁边照顾的时候，他也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啊。我们是希望这个的据点可以做这样子的功能。政府资源有限，不过民力无限，透过爱心捐赠厝体，和心脏服务在地化，有需要就近地当服务，嘛和小局长相当感动，会持续增加小住所甲雕像在地安乐的目标。我们在9万多个这个身心障碍者朋友呢，我们希望说能够在这个区块有个部分，我们来尽量从这个让一个身心障碍者能够在社区自立，然后社区的居住，其实这个部分就回归到社区，这不是会把它区隔开或者标签化，把它另外隔起来，用这样子的方式呢，透过这个部分来社区融合。那让整个身心障碍的朋友在整个的环境上呢得到一个很大的协助。随后将安南区的据点合作安丰，就希望平安丰盛。伫甲拜以后，今年将投入10位青年的服务，希望赶紧享受成果。台南新闻，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